段德章的大儿子叫段黎明，品学兼优，读高二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。可是大学读到3年级，因为国家经济困难，不得不提前肄业，到部队当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段德章没为儿子说一句话。段黎明复员到南海舰队后勤部所属修船厂当工人。有领导想把段黎明安排到舰队工作，段德章冷冷拒绝了。他说，作为领导干部，不能因为私情和亲情坏了党的规矩。后来国务院下发文件说，1969年复员的军人可以重新作为干部调整安置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。段黎明只好符合政策要求，他兴冲冲地征求父亲的意见。段德章却说，既然你已经当了工人，熟悉了工作岗位，就不要再动来动去了，都是干革命工作嘛。不符合政策的拒绝，符合政策的也拒绝，这就是开国少将段德章的家风和作风。段黎明只好当了一辈子工人。